中华文雅畜牧场验到鸡卵农药混普尼超标消署嘛已经公布相关的资料，所以民众会当去查看家己敢有买到出问题的鸡卵，若买到咯，千万都唔通食，赶紧去退货。非洲伫这禁运禁台措施拄放零，当鸡卵所也发生食安的危机。11月初8，中华一间鸡寮生产的鸡卵，去互中华卫生局验出有砂糖质混普尼的成分超标。这是一种致癌的成分，大约15万粒的鸡卵流对桃园、新竹和台中等等9个县市的全联和饭空等等的通路。各县市当地进行回收的作业。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表示，伫源头鸡寮来起早的时，并无发现相关的农药。不过因为四周拢是田，敢是受到环境污染，要进一步调查。那这个畜牧场周边还是有一些稻田啊，那至于说是不是哪一个原因，还是需要在相关的单位一起到现场去了解哈，那进一步去稽查一些，那这段时间它是不是有用过，或者是说有使用到哪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可能遭到污染，那这些都要进一步的去调查去厘清。太热，像我们默契里面的话，抓那个鸡蛋呢，它都有它的里面的寄生虫啊都跑出来。喷出去它会饲料一定会飘到饲料那会一直吃到。残留。针对有问题的鸡卵，卫福部已经有公布资讯，民众通检查这鸡卵顶头喷印的字来看。其中验出问题的畜牧场含洗选场的编号是 I4745，然后嘛通检查日期。若是发现厝内鸡卵的塑原码有符合，卫福部是建议消费者停止使用，也通摕发票去甲店家退货。这个农场不论批次。目前当然它还在农场里面的蛋已经是禁止上市了那么已经在市面上的不论批次，全面性的预防性下架，然后呢再去逐批的化验。卫福部长表示，目前检验也未完全结束，所以针对源头的鸡寮生产的卵是拢先有风险回收。卫福部表示，若是食品残留农药，也是动物用药含量超过安全量，违反规定，通以按法来开罚6万以上2亿以下。另外，针对目前详细检验资料，也有流程等等，卫福部表示会伫咧下晡2点召开记者会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